公守上帝的话，今日要来读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19节。创世28章第10节到第19节，来做伙来读。阿哥离开拔示巴，到一个所在，因为日落就伫遐休眠，对那石头的中间，第一个做镜头，就他问，望见有水跳进水里，水变愈天，有上帝心象，伫水里的寻落，耶和华也伫水边讲，我是耶和华，你的祖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所困的地，赏赐你甲你的后裔。你的后裔要亲像地上的雨伞，你要对东西南北来发展，地上万族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得到福气。我也甲你立约，你无论去倒落，我要保护你，也要带你倒来一所在，拢无放散你，到我正对你所讲的。那个本是讲，耶和华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，就听讲，这所在到遮通听，毋是别项，这是上帝的厝，这是天的门。那个早起来，将伊做镜头的石，徛做条，倒入地里，就名迄所在叫撇地里。这个城我名路西。今日要讲到的题目是天梯梦，这是要来请廖牧师。各位兄弟平安。真欢喜今仔日通代表公报社来到阿婆教会，大家来请安报告。嘛，愿主祝福公报社以及阿婆教会，真侪众人通得到福气以及稳定的管道。伫分享的大声，咱先做伙来看公报社所备办的请安的影片。我是李正新，目前我是一位社工师，主要服务遐个伫渔船顶拍拼的外籍渔工。伫因拄着困难时，我就是迄个陪伴因的人。同时，我嘛伫协助政府推动渔工政策。渔工朋友拢叫我爸杰森，爸伫印尼话是神仙的意思，杰森是我的英语名。过去捌有远伫香港做事的渔工敲电话来互我，求我斗相共。过去捌为着穆斯林渔工争取祈祷室，我心内真丢涂。身为基督徒，我有必要帮伊处理其他宗教的需求吗？一直到赖信箱牧师提醒我，耶稣服务人的事，敢会问对方的宗教背景吗？这句话互我感觉真见效。原来我的爱要带着分别心，对迄时开始，我学习转念，那耶稣徛伫遮，伊会安怎做？伫迄摆反省后，有
有一摆公报社帮社长来到大理舞会请安，社长鼓励我甲服务故事写落来分享。我当时推辞讲，我的文笔无好，写袂出水的话语。社长搭我的肩胛头，笑笑讲：“你负责写，后壁的代志自然会斗相共。”这句话予我勇气，予我决定用上简单的方式记录服务的一切，都到更新周刊。感谢上帝，透过公报社更新周刊，甲伊使用我所做的事工记录落来，互更较侪人看见上帝的疼，一直出现伫咱的身躯边。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的《更新周刊》今年满30年，这中间每一篇文章，拢是作者亲自领受上帝恩典的见证。目前每一礼拜印出10万份，是台湾发行量上大的福音刊物，鼓舞感动最人的心灵。无论是《更新周刊》、台湾教会公报、新眼光读经手册、少年新眼光读经手册、甜蜜亲子报、网络新闻，这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费用的文字工作，拢是为着要帮助所有兄弟姊妹踮伫主内面结果子多多。愿咱伫主的听中间三结连，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，关心、带导、支持、奉献，愿主赐福咱大家。伫公报社的事工顶面吼，我想即个更新的手册啊，即个刊物吼，是咱大家拢每一个礼拜，伫我的教会嘛是共款，每一个礼拜拢会赠送互会友，互因有机会通看吼，就好亲像文字事工的重要，就好亲像咱即时有法度通认捌上帝，是透过咱手头即本圣经，咱才有机会通知影上帝的道理。所以，望咱所有兄弟对文字事工继续来支持甲关心，因为咱今日所要分享的即个故事，其实嘛是一个雅各认捌上帝的一个见证，就好亲像咱伫读即个经圣内面，每一个人伊拄着上帝的时阵，伊到底经验着上帝安怎？伫伊的生命内面，带来祝福甲应允。所以，伫咱今仔要开始今仔日的分享进前，咱先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眷顾人的上帝。阮若无透过圣经内面的教示，阮袂会知影主你是大尼啊慈悲疼痛。愿主帮助阮透过今仔日雅各的故事，互阮搁一遍来思考。伫阮的生命内面，其实侪时阵，阮嘛好亲像雅各共款，经验着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所带来的恩典。愿主的信心只是甲阮众人同在，互阮透过经文的带领的思考，阮审查阮过去的生命，互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互你来启示阮，来孝顺主你的恩典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想咱今日要看的这段经节是所有的基督徒吼，特别是自细汉就伫教会基督徒，伊可能是对主流就开始一直听这个故事，一直到现在，是大家就熟的一段故事，嘛是真有画面的一段故事。无伫较咱这个时阵，咱通伫心肝来家己来想象这个场面吼。伫圣经内面所描写的这个场面，伊其实是伫一个真空旷的一个所在，伫即个真空旷，看敢若头前拢无人、无树仔、无声阵的一个路途中，有一个行路的人，伊孤单一个人伫即个旷野内面伫行路，行到山，行到日头已经落山的时阵，开始周围渐渐暗落来，也袂行到任何一个看有人的大个所在。迄款我毋知影伫台湾啊，我想咱真学着想象吼。伫台湾你
咱台湾实在是方便，甲你出门吼，你要无看到日吼，拢爱上山，你才有法度。就算讲你上山，你嘛袂感觉讲真孤单吼，因为就是真侪树木吼残垣。啊，毋过雅谷所面对的即个行路的人吼，即个即个旅行的人，其实伊所面对的是啥物拢无，佮敢若一片的旷野。行规工真忝，已经暗暝啊，就爱困。伫爱困的时阵，当伊要困的时阵，伊连通仔摕来做铺伫涂骹，互伊困的毯都拢无。所以四过看看啊，即个所在当时要安怎困啊？总是互伊有找着一粒石头啊，伊将迄粒石头啊捡过来吼，刷过来挖滚伊家己怎挖伫即个石头顶来困。就安尼，可能连月亮、连星神拢无的一个黑暗的情形，伫遐伊来困去。即个人伫圣经内面就是雅各。雅各即个时阵，若是面对伊外口环境真正的黑暗，其实可能这嘛是伊内心上黑暗的时阵。当咱要开始要看今仔日经节进前，咱其实需要先了解，到底雅各为什么会伫旷野即个所在，无等于厝呢大，竟会伫旷野安尼走来走去？伫圣经内面25章国，咱知影雅各是用一碗红汤来换伊的兄哥来交换大囝的名分。伫27章的所在，伊的妈妈利百加设计，互伊通仔对老爸的身上来得到祝福。因为伊得到即个祝福，致使伊的兄哥，伊抢伊兄哥大囝的祝福，所以伊兄哥要来杀伊。因为安尼，伊的妈妈为着要保全伊两个囝，大囝和小囝，伊换伊的翁婿以撒来建议讲啊，遮大囝娶某吼，娶迦南地的妇人人，实在互我心内真烦恼吼。对，侪时阵为着夫妻的代志，为着即个新妇，我心内真超烦。所以你上好派雅各转去到我的哥哥。转去到我的后头厝迄个所在，带甲我共组的人啦，因为甲我共组的人一定会甲我较会有话通讲。为着安尼，28章，也就是咱今仔要看的即章28章的一开始，就是写着以撒来祝福雅各，派伊转去到伊的阿姑哈拉，转去到伊的阿姑迄个所在。表面上看起来是雅各要出去娶某，是要开始去求亲啦吼。可是实际上，咱若透过拄则知影头前25章、27章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，咱会知影雅各伊即次的离开是因为要逃亡啊。无伊若阁继续留伫伊的本家，留伫因兜。伊的兄哥可能会举刀来甲杀。圣经内面第10讲雅各离开别是巴，要去到哈兰。这毋是一个真欢喜的观光的旅程哦。当咱若要出去观光的时阵吼，侪人拢伫前一暝，毋若是款行李，侪人是伫前一暝困袂去吼。阮查某囝即几工人伫日本，因为伊参加一个合唱团吼，出去日本伫比赛，要出门进前，伊迄天早起6点半爱伫桃园的机场集合。啊，所以阮翁仔某要送伊去机场，阮就讲啊，无咱5点半准备出发。我半暝仔3点起来的时阵吼，迄是我的作息习惯啦吼，所以我拢是半暝仔3点起来。我3点起来时，阮查某囝袂困。我讲你是要出国安尼遮欢喜哦？啊，困袂去哦。伊讲无啊，我要来困啊，我要来困。
差不多半点钟，佫行出来去册房找我讲，面悠悠啦。我讲你是毋是真正困袂去？讲对啊，我足烦恼的，我足惊我的行李若去哩，毋知会向挡伫倒位无。人要出门，应该是真欢喜。可是雅各毋是安尼，拄则咱有讲，伊这是一个逃亡的路，甚至伊连伊去到阿舅遐要找某，找有也无，伊的某会生做啥物款，伊可能拢毋知。也就是安尼，特别咱若对比伫圣经头前24章的所在，是伊的爸爸以撒娶某的时阵，咱若对比以撒娶某的情形，你会感觉讲哇，哪会差遐济？以撒要娶某的时阵，是亚伯拉罕吩咐伊的老奴仆带带10只的骆驼的礼物去到伊的去到伊的伊妈妈吼，伊爸爸的本家的所在。所以伊是带足侪物件去到迄个所在，甚至伊家己无需要亲身去。也毋过第28章即个所在咧，雅各要去到伊的阿舅哈兰迄个所在的时阵，伊是安怎？啥物拢无啦，连要困来过头的枕头都无。所以伊是两手空空，一个人可能淡薄仔早一个有通食、有通啉的物件，伊就来出发。当伊去到迄个所在，伫日头落山的情形，伫即款的情形内面，其实雅各心中，伊即摆的离开，其实伊失去侪的物件，其中有3项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是伊失去伊过去伊所拥有的平安。当伊甲伊的爸母做伙住，当伊外靠住伫厝里的时阵，伊无需要去烦恼伊每工的食穿。所以圣经内面讲雅各的个性是安怎？真安静，真温顺，佮安怎？真爱踮厝里。伊袂像伊的兄哥出去拍蜡、去争斗、去拼天下，伊真爱踮伫伊的厝里。也毋过即阵咧，上帝讲你莫阁伫厝里啊，你出去。即摆的出去是连钱都无互伊，连礼物都无互伊，连食都拢无互伊。所以伊失去安稳平静的生活，伊的路途中，伫伊所行的即条路，往后壁看，因兜有一个想要杀伊的阿兄，所以无可能退后转去厝里。往头前看，遮尔路途遥远，我啥物拢无，我要去搭娶一个某。面对安尼茫茫，看啥物拢无的旷野，面对即款的黑暗，想无未来到底伫倒落的时阵，过去伊伫进前，伊对哥哥即个所在所得到大囝的名分，伊对爸爸即个所在所骗到的祝福，伫现主时对伊有任何意义吗？无任何的帮助。过去伊可能想讲啊，我得到大囝，我通得到爸爸的产业，我得到爸爸的祝福，我通倚靠即个祝福，我通稳定像爸爸安尼家业真丰盛。总是伊最后所得到的，是伊伫旷野困，靠石头，倚石头伫困。若是伊失去平安，甚至伊嘛失去伊过去通倚靠。过去伫所有代志顶面，有爸爸有妈妈通替换。伊所住的所在，伊所有的亲族，爸爸的产业，拢成做伊上好的倚靠。伫厝里，好亲像咱所讲，咱的囡仔，茶来张口，饭来伸手，吼，嘛甲阮查某囝足像的。
伊自细汉读册一直到大汉，读到大学，毋捌伫去阮兜啦。中间敢若有一学期，想要讲啊，离学校较近一个，无去申请宿舍住。住一学期了后，伊决定讲，妈妈，我是倒来住厝会大好啊。有人帮我洗衫，有人帮我煮饭，我要食物件，有人帮我付钱，安尼哪会毋好？雅各的情形就是安尼，伊失去伊过去通倚靠，伊连伊接续要食啥，要行远代，要困倒位，拢完全无。伊所有的家家可能是伊手头迄支拐啊，帮助伊行路，佫坚持一下，行忝的时坚持一下，行较远一下。最后，伫即段经文内面，咱看起是，即个事件内面，互伊连身份拢失去。伊过去是一个大财主的二公主，也毋过伊过去伫伊的家族内面继续大落的时阵，伊通继承因爸爸的产业，总是当伊离开了后，人敢知影伊是啥？特别伊去到旷野，伊会拄着的是树木。野兽敢会知影你是啥？野兽敢会感觉你真好食。我若有需要，我腹肚枵，我就代志拆食落饱。伫即款的情形，雅各倒伫土骹底下困，挖即个石头困。伊若还袂困去，伊心内可能伫想讲：唉，全世界就干那我一个人，我即摆是一个无人爱、无人疼。无人顾的人，伊可能会想：我过去遮尔努力，想办法，遮尔注意去掠各种，互我通得到福气的机会，也毋过，现主时我孤身一个人倒伫即个所在。老爸讲的祝福，敢真正？咱若详细来看28章一开始，以撒甲雅各叫过来是，互伊祝福，对伊讲：你毋通带甲咱地的查某囝做某，你着起来去巴旦阿兰到你的外公比土利的家，伫你的母舅拉班查某囝的中间带一个做某，愿全能的上帝赐福互你生团做真做族。抑阁所应允阿伯拉罕的福气，互你甲你的后裔。这是伊要出门进前，伊的老爸阁一遍将阿伯拉罕的祝福伊来讲。也毋过当黑暗暝的时阵，当伊干那一粒石头通靠的时阵，伊敢阁相信即个祝福。伊的老爸以撒嘴里所讲的迄个上帝，敢真正存在？所以我想，真诶影，我想咱每一个人，伫咱生命无共款的阶段，可能咱嘛有即款的黑暗。已经结婚的人，可能当你伫困的时阵，有人倒伫身躯边，也毋过我知影有的人。心内的艰苦，是艰苦甲连倒伫身躯边即个人拢无法度讲。半暝啊，家己困袂去，偷偷啊起来，去另外一间房间伫遐烦恼。若是还袂结婚的人，搁较辛苦。真正是转去到厝，入去到家己的房间，阁是我一个尔。我的烦恼，我的忧愁。有啥人会知？雅各就是伫即款的情形内面，伫旷野的暗暝内面，来做即个眠梦。我的地包讲，这是一个天梯梦，其实就是即整个的故事。咱常听一句话讲，人的尽头，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，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。
伫上帝内面，啥物拢有可能。雅各因为日时啊，赶路身体忝，伊挖即个石头仔来困。伫困的时阵，伊做一个眠梦，所以11节到15节伫遐，有讲到讲伊伫眠梦中间到底发生啥物代志。伊讲伊梦见有一个腿徛伫地呢，腿的顶面拄天有上帝的使者伫迄个顶面来起起落落。迄时上帝徛伫腿顶，讲我是上帝。你的阿公阿伯拉罕的上帝，嘛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困的地赏赐互你，甲你的后代，一直到15节。如果咱详细来看即段上帝所讲的话的时阵，咱通发现，其实上帝是一位偌尔啊有慈爱、偌尔啊温柔，甚至偌尔啊知影咱的软弱甲欠缺的一位神。因为拄则咱有讲，雅各伊一开始，上开始伊伫即段经验内面，伊上开始失去的，就是平安。面对四周围只有黑暗，加加可能有一寡动物仔，夜间的动物仔，行来行去的声音。如果这个时阵有任何的野兽，也是歹人出现的时阵，伊连喊救命，要找啥救命拢毋知影。总是伫即个时阵，伊伫困的时，竟然迷梦。伫梦的中间有看见一座楼梯，迄个楼梯真特殊，对地理一直伸到天里，甚至是拄天。毋若看到即个拄天的楼梯，伊阁看见伫即个楼梯顶面，其实是有人的影，人好亲像人安尼伫遐行来行去。圣经内面讲，这就是上帝的使者，伫遐起起落落。看到即个情景以外，伊听见上帝亲自来对雅各来讲话。15节讲，无论去倒落，我要甲你同在，保护你，嘛要带你倒来即个所在，拢袂放杀你，直到我实现对你所讲的应允。当黑暗伫咱的周围的时阵，当咱失去平安，失去通倚靠，失去咱的身份，通认同咱家己的时阵，雅各可能感觉讲，我已经互全世界拢放弃啊！照咱即句的话来讲，就是全世界都放弃我了。也毋过上帝当伊的梦中出现即个楼梯的时阵，当楼梯顶即位上帝讲话的时阵，其实是互伊知影，上帝甲伊做伙。上帝透过使者来了解伊所发生伫伊身上的代志，嘛透过落来对天里落来的使者，要祝福保护伫地面上所有的人。上帝用这个意象来雅各表达我甲你同在。所以真正的平安，人心里的平安，其实毋是咱的环境有危险嘛，无危险无。咱心里上无平安的时阵，最是咱暗时困袂去的时阵。也毋过咱是伫上安全的环境，因为伫咱兜，伫咱的房间内，总是咱困袂去。伫危险的环境，若有上帝甲咱同在，上帝会将咱心中的孤单、惊吓、烦恼拢来刷开，因为有伊甲咱陪伴直直。无过进前有一个老姊妹我来分享，伊的囝儿拢伫国外，伊教育伊的囝儿真好，所以大家发展拢真好。毋过拢伫国外，伫国内敢若伊一个人。随望伫国内，伊家己本身阁有兄弟姊妹伫台湾，伫身躯边，总是无带做伙。有一天半暝12点外的时阵，伊忽然间血压足悬的，伊家己量，已经160，已经180，要一直要悬到
拼甲200去。伊心内足惊，伊讲啊，我一个人伫厝呢，吼，我要喊救命，无法度，我宁愿若随昏去吼，我要叫救护车嘛，无人来开门啊，到底要安怎吼？伊心内足惊，毋知要安怎。啊，半暝啊2点，敲电话找谁？哪家敲电话？找牧师。对，我知影牧师拢爱接即种电话。啊，伊真辛苦，因为迄个时阵因教会无牧师，啊，所以伊真烦恼，啊，要安怎？好佳哉，伊其中一个查某囝伫国外，是伫美国，时间拄好甲伊颠倒平，啊，所以伊嘛毋知影到底查某囝伫工作顶面，迄个时阵敢有法度接电话，总是伊着敲看觅。当伊向我分享即个过程的时阵，伊哪讲目屎哪流，因为讲伫迄个黑暗暝中间，查某囝伫美国烦恼，总是伊伫台湾，两个人通瓦靠，只有上帝。所以查某囝带伊紧来祈祷，啊嘛带伊去做伙读圣经，渐渐伊的心较安稳。上时伊的血压嘛渐渐降落来，啊，一直到早起时，通仔去病院的时阵，啊，伊就赶紧搁去病院，互医生看。啥物是真正的平安？父母通仔互咱平安，朋友通仔互咱平安，囝儿嘛通仔互咱平安，总是因无拄好，拢伫咱的身躯边。只有上帝是随时伫咱的身躯边，所以当雅各拄着即款的代志，上帝伫即个梦中伊来显明嘛，互伊知影。过去你倚靠你的父母，过去你倚靠你老爸的产业，过去你倚靠伫迄个所在是你熟悉，是你生活已经经过10几年的所在。总是伫即个时阵，当你离开迄个所在，你无通倚靠的时阵，我家己伫地。上帝应允，无论你去倒落，我拢甲你同在。最后，雅各所失去的身份，上帝伊来回应，讲我。是上帝，是你阿公阿伯拉罕的上帝，嘛是以撒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所困的地赏赐你甲你的后代。上帝直接将伊阿伯拉罕所赏赐的即个应允，直接赏赐互雅各。过去对雅各来讲，伊认为伊的祝福爱对倒来，伊的祝福爱对。抢着哥哥大囝的身份，伊才有祝福。伊的祝福对倒来，爱对伊的老爸伸手替伊祝福的时，伊才会得到迄个永远的祝福。伫遮咱看见，上帝讲，人的祝福是祝福，总是人通得到上大的祝福。上信实的祝福是对上帝来。所以，上帝伫即个所在，搁一遍亲身雅各来证明，你是我所拣选、迄要承接应允的囝。伫即段经文内面，真特殊的是，上帝无去计较，无伫即个所在孝顺，你竟然欺骗恁爸爸，你用骗的方式来得到祝福。你竟然遮尔敖计较，用一碗无值钱的红汤来骗你这个哥哥，脑筋简单的哥哥，大囝的身份。雅各的做法确实无正确，上帝无伫即个所在伊来孝顺伊所做的错误。上帝看见伊伫即个情形的内面，即个黑暗的中间，伊的信心已经完全破碎。伊对上帝的信靠
人肉已经完全失去。上帝要先建立伊的信心，上帝要互伊真正认捌上帝，甲上帝有连结。所以上帝伊来肯定，伊是亚伯拉罕的约，即个约合法的继承人。相是即个腿的网，其实嘛连接到伫新约内面，当耶稣拄着拿但业的时阵，伊嘛拿但业讲：恁会看见天开，上帝的使者会伫人子的身上起来、起立、搁落来。过去，即个楼梯的网是互雅各的应允。过去，即个楼梯的网是互所有以色列的族群，因知影阮是上帝所拣选的。也毋过通过耶稣基督，雅各即个梯的网是赏赐互所有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咱共款嘛领受即个梯的网的中间，上帝所应允的。上帝要甲咱直地，无论咱伫倒落，上帝要保护咱、祝福互咱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伫耶稣基督即个真正的腿内面，通过伊，咱通领受上帝上大的祝福；通过伊，咱真正领受上帝甲咱直地。通过伊，咱嘛真正领受永远的平安。伫经文内面，雅各的回应嘛是咱需要学习甲思考的。伫18节到19节内面，雅各经文讲，雅各早早起来，将伊做枕头的石徛起来做条倒油伫迄个顶面。雅各的回应，互咱知影，伊第一句讲啊。耶和华16节讲，耶和华真正伫遮，我竟然毋知。我毋知影咱兄弟第一遍，甚至伫你的生活中经验到上帝的时阵，你敢捌有即款的感受？讲啊，即款代志，上帝竟然嘛会听我祈祷。当咱心内安尼想的时阵，咱需要搁问家己一个问题：讲，我竟然认为即款事上帝袂伫意。当雅各伫问即句话的时阵，其实嘛表明伊并无认为讲伊伫旷野的时阵，上帝甲伊同在，甚至伊有可能认为上帝根本就无存在。所以真摇伊讲啊。为什么即个时阵，我竟然伫即个离我的老爸远远的所在，我竟然通民望着上帝？伫即个奉告耶和华，伫伊犯错的时阵，上帝竟然来伊显现。过去雅各的眼中，可能敢若有伊家己，敢若伫设法伊要得到啥物款的物件。也毋过透过即摆的面望，伊的眼光完全拍开，伊看见原来上帝的权能是遮尔啊广阔，上帝的主爱是遮尔啊深阔。所以雅各的经验嘛，提醒咱，侪时阵，咱伫苦难的中间，咱伫困难的中间，咱暗时困袂去的时阵，咱祈祷感觉啊，我哪犹原无平安，我的问题哪犹原无得到解决，上帝好亲像已经无爱我，好亲像我一直做毋对，上帝袂阁疼我时，咱需要将圣经摕起来，用即个雅各推的网，雅各的推即个网，摕起来阁读一遍。上帝袂因为咱犯错，完全弃杀咱，总是咱需要付出的代价，总是上帝会听咱的祈祷。
雅各毋若是真正知影上帝的权能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，无论人伫倒落，上帝的权能拢通对伊去以外，雅各佫做一个真特殊的代志。伊伫迄个所在，将迄粒石头整一暝陪伴伊，黑暗中陪伴伊，唯一了解伊苦难、唯一了解伊孤单的即粒石头，甲徛起来，伫迄顶面倒油，并且甲迄个所在号名叫伯特利。伊的意思是上帝的殿。圣经内面要特别描写即个伯特利的意思，是因为原本即个所在叫罗斯，也毋过即个罗斯的意思是流浪，是失落，是痛苦。当伊将即个所在换名做伯特利的时，相信嘛表现伫咱上痛苦，伫伊痛苦的所在，上帝设立伊的殿伫迄个中间。上帝甲伊同在。我想，咱每一位兄弟，伫咱中间，咱无论伫咱什物年纪的时阵，伫咱伫什物款的环境内面，咱拢一定有拄过侪款的事。咱可能因为现主时所拄着的情形，咱来失去平安；咱嘛可能因为咱所期待的未来一直无达，咱所期待的成就一直无达到、无完成，咱心内感觉艰苦，甚至是咱的亲人来离开咱的时阵，咱会感觉咱真孤单，咱毋知影未来要安怎行。咱有可能亲像雅各共款。嘛，行伫伯示巴到哈兰即条的路程中，咱还未到咱着爱去的所在。毋过无论是安怎，中间虽然有失败，中间虽然有痛苦、有目屎，总是咱爱会记哩雅各的推中间上帝对人的应允甲引带。上帝毋是伫人真丰盛、得到祝福满满的时阵，上帝才出现。上帝是无论啥物时阵，当咱有需要，当咱心内丧向的时阵，咱来向伊祈祷，伊就会向咱来显现。今仔日耶稣基督诚做雅各即个推的上大的代表。所以，无论咱伫啥物款真沉重、真不安、真困难的环境内面，当咱愿意来瓦滚听咱的耶稣，我想伊会伫咱的身躯边向咱来讲：我甲你同在，我永远袂弃绝你。愿望咱每一个人心中的迄个黑暗，愈来愈紧离开咱，愈来愈紧。互咱通看见日光，互咱的生命好亲像雅各共款，咱要欢喜来祈祷，欢喜来赞美，来学罗上帝。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知影阮的软弱，感谢你知影阮的欠缺。做这时阵，阮伫人生。伫生活中，阮我靠人的智慧、人的能力来解决问题，来面对困难。总是主你知影阮心中的意思，你引带阮。雅各软弱的时阵，伊伫逃亡的时阵，你无放弃伊，阮也相信。当阮软弱的时阵，当阮毋知影要往倒位行的时阵，你永远无放弃阮，因为你已经为阮备办耶稣基督，诚做阮心中真正的推，诚做阮永远的倚靠。伫阮孤单，伫阮经验黑暗的时阵，主啊，你永远甲阮伫地。
愿你赐福，互阮众人开阮的目睭，当阮伫看阮家己的人生的时阵，当阮伫看环境的时阵，阮看到的，毋是一望无尽，啥物拢无。阮看见的，毋是一粒固定无路用的石头。阮看见的是，主你主动进入阮的生命内面，调整阮的眼光，引带阮的脚步行往主你所应允的所在。阮望，阮即款的经验以后，阮嘛通亲像雅各共款，讲耶和华真正伫遮，伊甲我同在。愿主你赏赐阮信心甲气力，互阮通度过阮人生每一个苦难，并且愿通到你的面前来赞美敬拜，互阮人生的旷野拢成做一个通敬拜阿罗你的伯特利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